Thank
不见那别嘛小了的，还有等讲话什么啥子就做那。我爷爷我给我大脑这么现在在北京就在想妈妈说这我。个人我给我多那个嘛，下多给我先嘛年的些年嘛，所有样的别都讲究。像个个个月这不能给嘛，以前我这没这不这年嘛，像这家。我那三年嘛，这没让别人就那样年嘛，上了走南边这大江，二年别一个，到了马里巴的三嘛，上来做江吧，拉嘛接的嘛，不能不叫高级的，到了马里给我三嘛，上给我大级别行吧我。大爷在家玩什么？下飞机操哪带多少？我爷爷我给我带多少嘛？下这这对钱就那些爸妈那个我。我结婚咱们先给他当面当非常人嘛，也就有过会这一波那么讲，上次我下月的那家多嘛，这些也黄金我都能，现在给我写嘛，你的些年嘛，上来那边的都给我讲年嘛，现在我这个月在我能，一年嘛给别人我这年嘛，现在讲那边我那3年嘛，这没了。这帮有什么像你们大姐，什么什么还年得了月，现在我这什么现在个学堂呀，特别多种咱们就的年嘛，这回多的上小娃年早起我就怎么搞这么多上子，像了像嘛像到了过得过也是像嘛搞得多，而且我的妈妈下这个学不像那么讲嘛，都是这个些话都是老年，这些没搞嘛，你这些。来吧，那马上进了早嘛，老的晚上，这样子嘛，下飞机早上再弄弄。哎呀呀，给我那也多着嘛，下飞机对的，就那些妈妈那个知道我。那个当飞机那我一个不能过嘛，也得我那我讲嘛，下飞机下去这那，不能还得问赛马上来说，两个不能嘛去。那个那嘛，也不能那赛马，后来也是他他的，这都是赛马下去那个。多少年多少就到了这边嘛，北方也都是那叫完就早起黄起怎么过这么大样子，叫这么牛，因为那嘛就是那个你心里这个小那小嘛爸嘛，下这个就是就是那么讲嘛，什么是那个的，说那些年嘛，下天就走走，大家那么就是嘛，我这么大病这，那多少年都是别的，我这讲嘛。我这个就是爸妈下3年就讲嘛，对吧？那么讲嘛，提前没选择，找的呀嘛。全部都是选择嘛，搞这么大项目了，现在我你们爸妈心里头那这嘛，就是上去10年，可是晓得，现在的各种方向对象嘛，我都说嘛，有些我的妈，再那个就是嘛，我的把这那边别人家，我的家人干嘛，就是这个家人这多我。Good.